好多廣東人自細聽大人講，做人要忍，要讓，要留人情，留面子。久而久之，好多人誤會咗人情世故，以為一味低頭讓步，逆來順受，面面俱圓，就係識做人，高情商。其實行過人情冷暖先會明白，真正嘅世故從來唔係無底線嘅忍讓，而係有軟有硬，有退有進。待人溫柔係修養，咁同惡意反面，先係成年人最基本嘅底氣。人世間有個好現實、好殘酷嘅規律，好多人唔願意承認，但凡有人長期、專登、次次都為難你、針對你、刁難你，從來唔係你做得唔好，而係佢打從心底睇唔起你，覺得你冇價值，好欺負，任人擺佈。人性向來慕強欺弱，呢句說話聽起嚟刻薄，卻係最真實嘅人情規則。人與人之間嘅尊重，從來唔討價還價，亦都唔靠討好得嚟。你做人老實，做事踏實，待人客氣，處處為人着想，事事懂得讓步。如果對方心存善意，自然會禮尚往來，互相體諒。但如果一個人無緣無故針對你，雞蛋裏挑骨頭，次次都踩你底線，掃你面子，為難你處事，問題根本唔喺你度。佢唔係一時情緒唔好，亦唔係性格挑剔，只係單純覺得你軟弱，你好蝦，你冇實力，你冇價值。喺佢嘅心裏面，欺負你零成本，為難你冇代價，就算得罪你，你都唔敢反擊，亦對佢做唔到咩嘅影響。正因為睇死你，先敢肆無忌憚消耗你，刁難你。好多人活得攰，就輸在太顧人情，太怕尷尬，太怕爭吵。遇到別人刻意為難，第一時間唔係立底線，反而自我懷疑，不斷讓步，默默忍氣，以為忍一時風平浪靜，讓一步海闊天空，結果換嚟嘅從來唔係體諒，而係對方得寸進尺，越嚟越過分。你嘅善良會被當成懦弱，你嘅包容會被當成妥協，你嘅體諒會被當成理所當然。社會從來唔會可憐一味退讓嘅老實人，只會尊重有底線、有稜角嘅人。好多人仲會執迷不悟，覺得做人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但大家要分清，人情係留給識得珍惜嘅人，面子係留給互相尊重嘅人。對於心底睇低你、專登為難你嘅人，你再忍、再讓、再體諒，都換唔到半分尊重。佢從一開始就冇將你當平等嘅朋友、同事或者熟人，只係將你當成可以隨便拿捏嘅弱者。面對呢種人，最正確嘅人情世故，從來唔係繼續遷就，而係直接反面，果斷遠離，唔再妥協。所謂反面，唔係發脾氣，唔係蠻不講理，唔係不懂世故，只係亮出你做人嘅底線，話俾對方知，我可以好溫柔，但我絕唔任人欺負，我願意讓步，但我唔會冇底線咁卑微。成年人最大嘅清醒，就係唔再浪費時間討好輕視自己嘅人。人際關係好簡單，價值先係底氣。你有實力，有稜角，有態度，身邊先會多善意，少刁難。你一味卑微忍讓，只會吸引更多欺負你、消耗你嘅小人。真正嘅識做人，從來唔係討好所有人，而係懂得篩選身邊人，善待真心待你嘅人，遠離刻意傷你嘅人。對於次次為難你、睇唔起你嘅人，冇必要留面，冇必要內耗，冇必要執着。做人嘅嘢，最緊要問心無愧，活得自在。善良要帶鋒芒，忍讓要有底線。唔好為咗所謂嘅人情，委屈自己，折磨自己。記住，專登為難你嘅人，本就睇唔起你嘅價值。與其卑微遷就，不如坦然反面，守住自己嘅尊嚴，先係最高級、最通透嘅人情世故。如果你喜歡呢段視頻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